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專幫大家檢樓嘅小陳啊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個上水嘅樓盤，叫雲香。佢嘅景觀咧就係全高爾夫球場景嘅，位置亦都非常之方便，大概7至8分鐘咧就行到去上水火車站，亦都係好近咧未來嘅北部都會區嘅。呢度雲香，呢度就係上水火車站，然後呢度就係遲啲嘅北部都會區。好，講完一般資料之後咧，就講翻今日嘅主角啦。嗱，呢個單位咧就位於38樓嘅 B 室，室內面積咧就868尺，另外自帶一個大概700尺嘅空中花園單位。呢個單位咧有間隔咧就係3房1套，另外連呢個工人房嘅。呢一度個單位就係個客廳，直出花園，一條樓梯都冇㗎。另外咧，我哋呢一個屋苑咧亦都會自設一啲比較細型嘅單位，例如2房或者1房嘅單位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喺下面留言啦，我下一次小陳會再帶你睇。